做完呢一個深層清潔之後呢，塊面真係好乾淨、好乾爽啊！呢排呢天氣咁熱啦，又成日落雨啦，塊面呢瘋狂咁出油啊，搞到呢啲黑頭粉刺呢已經塞爆晒啲毛孔，仲要反覆咁爆暗瘡。而我最近呢一直都冇做呢一個深層清潔啦，就係因為我用緊嗰隻泥膜呢斷緊貨。不過前幾日呢，終於俾我等到佢重出江湖啊！就係布哈迪理療淨化毛孔面膜，今次仲要3.0升級版啊！今次簡直呢係配方容量雙升級，容量呢直接翻倍啊，由50g 變成100g啊，性價比呢高到封神啊！平時敷普通泥膜呢，最怕呢就係又乾又裂啦，但係呢，佢有呢一個萬尼古根冰河泥，再加木瓜蛋白酶，質地呢超細滑，深層吸走我哋污糟嘢嘅同時呢，洗完面呢依然都係水潤唔繃緊嘅。佢配方呢，今次仲加咗6種嘅天然植物草本，做到清潔、淡印、修護3種功能，連敏感脆弱肌、暗瘡肌都可以安心咁用。咁用法呢就好簡單嘅，油性肌膚暗瘡肌呢1個星期敷2至3次啦，混合肌呢可以喺 T 字位局部厚敷，乾燥肌呢夏天嘅1星期敷2次就夠啦。我而家咧已經敷咗差唔多15分鐘啦，佢已經基本上咧乾晒噶啦已經，但係咧佢完全咧冇以前嗰種好繃緊啦、好裂嘅感覺。而家洗面啦。做完呢個深層清潔之後呢，塊面真係好乾淨、好清爽啊！前排同我一樣買唔到嘅朋友呢，今次3.0升級版呢，一定要快手去搶啦！如果唔係一陣間佢又斷貨啦。